卫生福利部统计，咱国内失智症患者大约有35万人哦，有6成是阿兹海默症。台湾失智症协会今仔公布，失智症10大警讯，包括记忆衰退、影响到生活、解决问题有困难等症状。嘛，呼吁讲65岁以前的早发性失智症哦，定定会失觉察，所以提醒民众要爱早期就医检查。61岁李先生原本做服装批发兼产品销售老师，3年前伊陆续出现有话讲不出来、甲写不出字的问题。后来伊因为新冠肺炎看医生的时阵，进一步确诊得到阿兹海默症，合并有失记甲视车问题，也是属于早发性失智症的患者。因为我还在公司的时候还要做讲师，后来那一场我一空白我一个字都找不出来。台湾已经进入超过0社会对失智症关心愈来愈悬，不过65岁以前的早发性失智症较无重视。台湾失智症协会公布上新失智症10大警讯，有记忆衰退影响生活，解决问题有困难，无法度做原本熟悉的事物，对时间地点感觉混乱，涉水判断甲讲话表达困难。物件黑白坑判断着变歹，为这场或者是社交活动内底退出，甲个性向向改变等等。这10个症状当中，如果其中有1个或2个跟以前比较，或者是这个觉得它有越来越恶化，那当然就可以来就医。专家表示，早发性失智症的患者大部分也伫食头路，可能因为工作能力下降、社交能力障碍等关系，未必提早离开职场。所以，民众若出现真侪失智症的症状，都要较早看医生甲治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